小朋友，你知道什么是非洲猪瘟吗？非洲猪瘟是一种猪的传染性疾病，致死率高，存活期较长，还好不会传染给人类。但是我们小朋友应该怎么做呢？记得回家跟家人宣导，不随意带肉品出入国，不买来路不明肉品，购买有 CAS 国产猪肉标章，并注意肉品来源证明。还有珍惜食物不挑食，珍惜吸食挑战赛，欢迎来挑战！我要把菜吃光光。11月21日至12月19日，每天午餐只要清空统计可盖章，小朋友挑战成功。